家好，我會心大師翻到嚟2室，大家係咪為咗呢個2格命圖將你哋嘅練升到滿滿呢？應該咧就至少升到佢5星45級啦，然後有某一個技能咧都升得幾高呢下嘅，應該都至少升到 level 3嘅。咁我哋究竟咧幾時要重置佢呢？唔係喎，背心大師，我冇其他 DPS 喎，打人咧又好痛喎，咁點算啊？如果你有其他 DPS， 你就重構佢啦。但係其實如果你冇呢，我都建議你重構佢，因為其實你好快會抽到一隻 DPS 噶啦。隻 game 咧不停咁樣送啲召喚券俾你，其實你唔使擔心。仲有3日08個鐘啦，你可以等到最嬲尾嗰一刻先至重構嘅，冇問題嘅。最嬲尾嗰一刻咧，先至再用召喚券抽滿去，睇下抽唔抽到啲咩靚嘅 DPS 咯。翻嚟個標題啦，幾時可以係重構佢啊？當你開到2格命圖2，上面寫住綜合咧，後面嗰啲任務咧就唔需要再用鏈去上陣噶啦。呢個時候你就可以放心去重置佢噶啦。好啦，等我率先重置俾你睇啦，攞翻多啲材料先。第一次就免費嘅，第二次咧就要200紅色晶石。冇貨或者少貨嘅你，而家1個晶石都唔想蝕俾佢啦。係咁簡單，攞啲材料咧去升翻你隻新嘅 DPS 啊。如果可以嘅話，就升隻夜嚟或者利拉姆啦，直接將佢5星或者6星啊。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 同 share channel 啦。希望呢條片可以幫到你，亦都打開你嘅小鈴鐺，有新片嘅時候就會通知你。下次見，拜拜。